后来，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依法6月12日就要解除掉市长的职务。韩国瑜昨暝以感谢守望为传分钱来鼓千万的支持者，穿白衫挂翠安。6月11日，也就是明仔载下晡，市府团队最后一天的上班日，到凤山行政中心的草地烧见道别。韩国瑜嘛，伫个面册来宣布，未来提出着诉讼。这个国民党来到底要安排谁来补选呢？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再去到会长柯坤元的宁情致意，讲国民党唔惊战。来民进党方面，真有可能就是陈其迈咯，因为内政部长徐国勇讲，若是陈其迈代理市长了后，过来参选，伫法律上嘛无问题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暝甲市府以及主管谢小别宴办4道，气氛真温暖，嘛有淡薄小感伤，现场搁唱歌。这一次我们国民党宣布阶梯后面到了，重选的人选，您怎么看？透早入去市政府前，韩国瑜搁去议长灵堂致意，过无偌久，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伫副市长李书川的陪同下，嘛去念香。外界关心讲，韩国瑜伫面册顶面宣布无要提出选举诉讼了后，敢会影响到哪样后一步对着补选人选的安排？我们这个补选，国民党绝对不会缺席，而且绝对不会怯战，绝对不会畏战，绝对是勇敢向前。大家请放心。内政部长徐国勇上广播节目大力要讲，敢会派陈其迈去接高雄市代理市长，伊是安尼意呢？大家都来猜。如果陈其迈去代理，然后又去参选，这样好吗？如果以整个法律制度来讲，他去代理然后参选，这个法律上没有问题。哦 ，OK， 好，法律上没有问题。要安怎找出选将赢补选，这嘛是国民党、民进党共同的难题。